圣兄请了，兄弟有礼，在下万礼。请问圣兄，忠心大名，字句何处？小弟信错明英嘞，也是上衣出家上人子，怪问小女子，规矩两三六。哎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啊，36啊，你叫思君啊，你真聪明。你，我叫宁心。请问圣兄，我是到杭州读书，真是，请问你我也是杭州方氏旧衙。是此时来，与我是同路，东大，东厂，瞧着了，小弟。小姐好短才讲，你给他这事我说要小姐也能够起出来读书，那就好了。请问兄弟与我无有？圣兄一素不知。我家一个小姐妹，聪明伶俐三七妹，貂龙随我
去拜过二弟。哦，下次再要哈彩你，不需要愿意言语多言去三下次不苦，下次不苦。愿意你在书本上写的时候，杨相公先生叫你去。先生叫我。哦，幸亏我的文章已经写成，言语少的允许我去就来。小姐，愿望已苏醒来了。对我快乐。家父病重，请我回去。父命你给回去，临阵不拆，我也要拆你们回去。其实动身，我想禀明先生，明朝一朝登场。是此人好。相公，我去整理营帐去了啊。是我，应该你夜晚有何言可讲？没有什么。是我，应该你坐下来讲。
去祖上，小弟只好乱唱，我做人能排受，你这姑你姑真家郎，你什么尼姑难家郎，尼姑可以来家务上，这样的尼姑我从未见，我叫上皮呀，家兄长。最好补了一当又一当，真是一时光一当。观音堂，送子观音从上方。观音他是来做，来，我与两兄好拜堂，夜里有色有黄桃，两股乱子背堂。
啊
挂少妇，落举少妇，少妇加少妇，三生。相公，什么人？三妹，你怎么忘记我噻？弟子想为家退亲，这一事的，我有一事真想告诉师母请教三妹。要双在无敌神代，夜的他思君。
一
向人不大人问安。二来想望望你家九妹。九妹，哎，是啊。
圣上之地三丈，许告你一儿无心的作应嘞，我三丈上至今呀内，他则为官都清正啊，只待龙来报官开。
记得18里相送长的路，我一片真心吐出来，我叫你别做鸳鸯在上台，我叫你女郎才把恰脚喂，我叫你今朝上来早一，我叫你观音堂上路一在雨下平儿浓酸菜，把头四目走大门，也好了相逢知己不用临的情歌无诗句来，我以为与情人总在好转手，想不到美梦姻缘早
女兄就不怨你，你可知道我为你一路上等等爱你。
放我是今你的名贵，两兄儿你今日别后是来呀。两兄弟红配二是开两配，那的开上我做银台，的开着你俩三杯。
他来与不来嘛？小姐想来，不能来。他叫我将这只小猫带来接你。小子。
要你都带俺的，木头女看就的娘是我愿。要不叫增上离分啊悲，离分悲，离分悲，痛恨。儿子可两亏，红的可遭走阴
了外里来迎娶，谁知他必当人人下墙。不知啊，大红花轿大离家，谁知他我把一说来掉下。两家子与你打钉子，留下了风烛在你家。我不是他不下金陵，四方东呀北，离岸比离岸开。我不是沙坡的门户，分扎进须财，离岸比离岸开。我不是夫人披麻小戴。两兄啊，离岸比离岸开，我不是难跑小妹头。两兄啊，你独身
应得。人生不能再不生，生死以后多心。才华一世情意断，你换来空伤悲。我三番两次相劝于你，你总是不理不睬。应得，你为何千言万语都全不信？女儿你是不嫁人。夜里家教谁归归？女大当家女不许。我命你特下大义，还继父自去，大军我去。我宁死不进马家门。要怎样？我与两兄身不动如章，似东海。岂有此理！你要气死你亲生你要问问必死女儿的命。请员外马下，请求你们请员外下雷。王位，皇后我是小弟苏长当呗。小姐，你要保重呀。两兄一死把年回，老夫必家生生财，这一笔做家门进定花轿。那一笔无教真上离分两兄为我负王心，我妻子团身怕是非，我胸中遭遇只一谁？生死要谁？梁山伯。
女儿就衣裳了。一种句好，一种句好。这是要一目一张，一家一家。女儿要交际了咱仨，叫儿三七子宁听，花轿兴旺福轿增，女儿要穿白衣素去祭两兄分。今日马家来迎亲，怎能去见三八妹？被太守知道谁担责？弟弟做事很自分，为公看得到恩情，也是为了儿终身。是这般美，这般品，难道专属你不成？只可惜黄金难买黄沙心，妇女难走同路程。康家弟弟不答应，要我上江南不能。各位，你这一条怎样吧？也罢，为夫今夜就是，要里面才把画面披红。请问之后，说到马家交拜铁兵，不得有误。
感谢我们杭州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厚爱，也感谢江南情、故乡情。我们一定继续努力，让雅歌春韵播满江南。